灣區聲明與2025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於今晚9月28日在中國澳門舉辦。來自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電影人、音樂人將齊聚澳門，用光影與歌聲共同繪就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國式現代化新圖景。燒錢威力，地精全部嚟啊！哎呦我的妈记得点赞关注哦。